2025年12生肖運程，咁梗係首先講今年屬蛇啦，因為今年屬蛇犯太歲，咁犯太歲有悲觀負面情緒，疏疏地亂諗嘢，諗埋啲嘢都冇好結果，咁就要分啦。24歲犯太歲容易感情變化，你一段感情就一段感情，所以叫一喜擋三災，無喜心情壞。咁36同48咧，負面情緒就比較嚴重，尤其是農曆4月。適宜去旅行化解，咁如果生喺秋冬天嘅人，即係呢個寒命咧，就適宜去東南方旅行；生喺春夏天咧，就適宜去呢個西北方旅行，唔好去錯方向喎。如果唔係有反效果嘅喎。咁同埋每年犯太歲都有劍鋒伏屍兩粒凶星跟住，又容易受金屬所傷見血，又加埋今年有血印，所以適宜捐血洗牙化解。尤其是農曆4月同10月，咁因為今年容易牙受傷、腳受傷，特別要留意啦。咁今年吉星好在有天解解神逢凶化吉，能減輕咗凶星嘅力量。咁凶星除咗劍鋒伏屍血印易受損傷之外咧，仲有浮沉同埋指背。浮沉就浮沉沉，冇乜突破。咁今年犯太歲都唔適宜積極進取㗎，所以放慢腳步其實就比較啱㗎。咁指背就背後是非比較多，正所謂明槍易擋，暗箭難防。人哋背後督你背脊，你都冇辦法㗎，係咪？咁就犯太歲咧，同運氣冇直接關係。雖然財運同埋桃花寫你12，咁桃花方面叫一喜擋三災，無喜心情壞。咩叫喜事咧？除咗結婚就生仔啦，如果唔係都係容易悲觀負面情緒。咁尤其是農曆4月，咁就新曆5月6至呢個6月7就唔好睇初幾嗰啲喎。咁最好你就5月6前去啦，5月6之後翻咧，咁就可以化解咗負面情緒㗎啦。咁但係運氣方面咧，如果你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你係寒命人，咁今年打落嚟講咧，夏天之後咧有新機會，其實仲可以嘗試㗎。咁只要收拾到呢個心情咧，25、26、27、3年運氣都唔錯㗎。咁相反，如果你生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，今年犯太歲，再加冇運氣麻麻地，所以所有嘢就宜守不宜攻啦。跟住屬蛇嘅你今年唔錯，因為屬蛇叫咸池桃花，咁唔好理佢男女關係先啦。咁咸池桃花就乜交際應酬人員，可間接對事業有幫助，因為咸池桃花霧水桃花，咁對做嘢特別有幫助㗎。咁人哋突然間對你今年咧觀感就好少少，咁做嘢就容易傾少少啦。咁如果講翻單身男女關係咧，亦都容易識到啲已經相識嘅異性，不過今年容易今年嚟就今年走，唔一定維持得到㗎。咁要維持過咗今年咧，先有機會一路維持落去㗎。咁今年財運其實都唔錯，因為咧財運方面有呢個桃花資助咧，都睇高一線㗎。咁今年吉星有太陽，有男貴人資助。如果上司拍檔下屬男人有幫助啦，空手留下同埋呢一個咸池都係感情煩惱嘅星咧。尤其是如果你已經結咗婚或者係穩定感情，又整個新嘅，哎呀咁就三角關係感情不定就好棘手啦，係咪？咁天空計劃易成空，咁啊成日講啦，做人唔使有計劃嘅，見一步行一步，識解決眼前問題嘅人先容易成功㗎。咁晦氣又心情不好，傾好嘅都俾人截胡，譬如你做地產啊、保險，明明聽日簽單㗎啦，咁今晚俾人截胡喎。所以如果係做呢啲短期合約性嘅工作咧，記住啦，跟緊少少，唔好甩咗張單就係棘手啦，係咪？咁運氣方面咧，當然一樣係秋冬天出世寒命亦比較好啦。咁春夏天出世今年咧，即使係麻麻地都啦，因為始終都係桃花年，咁都係睇高一線，都係加少少分㗎。咁咩屬羊嘅你今年叫做太歲爻合。咁今年咧喺桃花方面咧就冇乜着落啦。咁但係如果有穩定感情，今年依然係穩定落去。如果冇咧，繼續冇，有新桃花機會唔係話好大。咁同埋今年爻合咧，容易有遠方嘅對象。咩叫遠方對象啊？可能喺香港撞到啲外國嚟嘅人，或者去旅行撞到心儀嘅對象。咁但係能夠成為一齊機會就唔係話好大㗎。咁喺財運方面咧就冇乜特別好，乜特別衰，始終都叫做爻合，都讓遠方貴人輔助。如果你做嘅時候要接觸外地人或者去做外國人生意，今年就加分㗎。所以財運方面比較平平穩穩，冇乜突破，又唔係話好差。咁當然，如果你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咧，始終都係呢3年對你嚟講都係有幫助，所以有新機會就可以放膽嘗試。如果你生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咧，呢3年開始咧宜守不宜攻，千祈唔好輕舉妄動啦。咁
屬猴嘅你今年叫做太歲刑合，刑係是非多，合咧就人緣好，所以今年小人同貴人一齊同時而至。喺感情方面亦都係嘅，容易床頭打交床尾和，呢頭就攬頭攬頸，嗰頭就好似反晒面嗌交咁樣啊！呢啲耍下小嘅生活樂趣就冇乜所謂嘅，所以感情方面咧都係來來去去。如果有穩定感情照有，如果冇穩定感情咧，今年可能一識又好似唔夾，又好似夾咁樣，所以呢個假桃花都未必有用㗎。所以今年合嚟講，如果有穩定感情嘅人，呢頭嗌交，呢頭和好，呢頭和好，呢頭嗌交咁解啫。咁今年其實屬猴嘅你都唔錯㗎，因為屬猴咧佢吉星有歲合，歲合係貴人星，仲有個貴人又係貴人星，所以有兩個貴人星，仲要唔止喎，有太陰女貴人之助，所以今年有貴人星又強調有女貴人之助，所以上司下屬拍檔啊係女人都加分㗎。咁空星有天官符，普通嘅是非星，孤神有時心情覺得孤獨唔開朗，就成日亂諗嘢，因為覺得孤獨唔開朗就多啲約朋友去街啦。咁亡神就冇辦法啦，亡神就乜失物容易唔見銀包鎖匙手提電話私人物件特別要留意。咁同埋今年運氣方面咧，亦都係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咧就睇高一線，有新機會就可以放膽嘗試。相反，喺3月6至8月8呢個春夏天出世嘅咧，今年打落呢3年嚟講咧都唔係一個順利嘅年嘅，所以穩手少少，宜守不宜攻。咁跟住輪到屬雞啦喎，咁屬雞今年其實唔錯嘅，因為你今年咧係蛇年，蛇同雞就相合㗎，合代表人緣好，各樣事情都穩定。如果感情方面，如果拍開拖繼續拍拖，結咗婚繼續感情係唔錯。不過今年唔係桃花年，能夠認識新嘅異性機會唔係話好大，不過又唔使急嘅。即使單身你屬雞都啦，去到2026咧就你個紅鸞桃花年，所以等多1年就你嘅桃花啦。咁但係唔想等多1年，咁有時咧桃花月份都有用㗎，因為你農曆5月同11月都係重桃花月份，係啦。咁呢啲月份都要把握下桃花㗎，唔使一定要等桃花流年嘅，因為桃花流年有時要等3年啊，有至甚至乎等6年先有一個㗎。咁啊每年都有桃花月，就把握桃花月啦。咁今年吉星有地解逢凶化吉，能化空星之力，將星3台有力，權力地位提升，所以今年打工完升職做生意咧比較容易出名，或者有名氣，或者受多啲人尊重。咁金貴財帛有利，所以今年屬雞嘅你咧係思想學習投資年。咁如果你係生喺呢個8月8之後3月6之前有新嘅諗法，想去試下新嘅嘗試咧，其實今年夏天一個好嘅機會嚟㗎。因為短期內呢個25、26、27、3年嚟講對你都特別有利，又加埋今年又有地位提升嘅升，地位提升嘅升咧，升職叫地位提升，做生意呢叫地位提升喎。咁相反，如果你喺生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咧，今年個思想學習投資年，即係適宜讀書學習或者買實物為家，投資做生意就唔係話好適宜㗎。咁同埋你今年空星咧就非符官符練符，突如其來官非是非人事不和。咁突如其來官非是非唔一定犯官非㗎，可能亂過馬路俾人罰錢啊，亂食煙啊，或者亂抌垃圾啊。記住啦，呢啲嘢千祈唔好做啊！咁醉酒駕駛就更加唔好啦，嗰個真係官非牢獄啦變咗。咁同埋有粒叫五鬼，五鬼係小人星，陰煞係女小人，所以今年嚟講咧，提防女人啦。咁嘅屬狗嘅你，今年嚟講排第一喎，因為今年紅鸞桃花年。咁不論單身或者已婚都啦，咁有桃花就乜交際應酬，人緣好，間接對事業都有幫助㗎。咁同埋今年紅鸞桃花你都識聽啦，紅鸞星動係咪？如果拍開拖，今年容易有結婚機會。咁如果單身咧，今年容易識到個能夠發展落去嘅情侶，唔係一個霧水情緣嚟㗎。所以咸池桃花就霧水情緣，紅鸞桃花或者真桃花能夠發展到容易識到啲有心嘅人。咁除咗紅鸞之外，仲有月德，月德係逢凶化吉。咁逢凶化吉咧，皆因個人報復心唔重，遇到乜嘢就佢一聲吞咗佢，咁自然係間接逢凶化吉啦。咁攀岸有利，地位提升，有進步，所以今年有桃花人緣星，有逢凶化吉嘅星，同埋有地位提升嘅星。咁凶星係死符同小耗，死符少疾病，咁但係因為2025咧你唔係疾病年，但係咧2024因為你沖太歲長運比較差，咁2024個年唔係馬上完嘅喎，2024沖太歲咧會沖到今年嘅農曆3月之後先完嘅，所以沖太歲沖到今年新曆5月6之前都仲沖緊，都要留意腸胃。咁同埋
24你沖太歲，沖代表動，代表變化，容易感情住屋事業變化。如果結咗婚，今年容易懷孕啦，係咪？如果一個唔覺意，原來舊年沖太歲分咗手咧，今年就要收拾眼淚，重新振作，因為今年桃花年容易展開一段感情嘅。所以今年如果舊年沖咗嚟一段感情，今年有結婚機會；如果結咗婚有入懷孕嘅機會；如果分咗手啊，有新桃花嘅機會。咁小耗代表小破財，所以今年咧屬狗嘅你舊年咧就係大耗大破財，今年係小破財，所以2024、2025都比較容易用一筆錢要留意㗎。咁但係今年嚟講咧都要留意點樣，無論你生喺春夏秋冬咧都好過呢個係2024年㗎。只不過如果生喺呢個8月8之後3月6之前仲睇高一線，因為好運再加埋桃花年就好上加好啦。咁即使你生喺3月6至8月8，今年係唔係好運氣嘅年，但係因為得桃花之助，又點都好過舊年沖太歲，都係睇高一線，都係少少上升嘅空間啦。咁跟住屬豬嘅你，今年沖太歲，沖代表動，代表變化。雖然講你財運同埋呢個桃花都排第11，咁又唔係咁衰㗎。咁尤其是係桃花方面，因為今年沖太歲容易結婚、分手，或者嚟一段感情就一段感情。咁分咗手就梗係排第11，一定喊得一句句啦，係咪？但係如果係結婚或者嚟一段感情咧，就代表係喜事咯。所以咧感情變化嘅意思，結婚、分手嚟一段感情就一段感情，甚至懷孕大肚都叫做感情變化。所以你發現咧好多人嘅父母同仔女係相沖或者相同㗎，因為沖太歲年同犯太歲年咧特別容易結婚生仔懷孕，所以好多父母同仔女生肖相沖，你就知點解啦。咁同埋今年要留意啦，因為今年係容易牙受傷、腳受傷，行街都如撲落街撞親隻腳嘅年。咁揸車特別要留意，都容易撞車，尤其是農曆4月、10月先嚟捐血洗牙化解。咁今年吉星係驛馬，有千年外出變化之象，沖太歲加驛馬年，就增加咗呢個搬屋機會啦。咁感情住屋事業變化，感情變化頭先講過啦，住屋變化揾個好風水就得啦。咁但係而家揾風水屋咧就唔使揾咯喎，因為2024之後咧佢冇最衰嘅方向，冇最好嘅方向，唔係冇旺財旺丁，又冇損財傷丁。咁最重要就係揾廚房，千祈唔好對任何門，廁所可以嘅話唔好對床。咁呢兩樣最重要，所以而家睇風水裡面間隔重要過個方向啊。咁今年空星有大耗，因為每年沖太歲嘅大耗星都跟住㗎，大耗代表大破財，所以沖太歲嘅咧好容易結婚生仔搬屋，咁都會用一筆錢㗎嘛。無論買屋有租屋有都容易用一筆錢㗎，所以咁樣唯一要留意大耗啫。咁同埋4月10月咧要捐血洗牙化解，揸車要小心啲，可以嘅話呢2個月就唔好揸住啦。咁轉工方面就兩極化啦喎。如果你生喺8月8即係3月6之前，好想轉工，有好想新嘅轉變或者新嘅嘗試，咁其實咧可以積極進取，尤其是夏天之後，因為打落呢幾年咧都比較順利少少㗎。如果你相反嘥3月6之後8月8之前，尤其是5月6至8月8，咁呢幾年咧叫做逆運，可以唔變嘅話咧，最好留喺原地，最快都要等到2028秋天之後先至有個好嘅轉機，所以呢幾年要守啊。跟住屬鼠嘅你嚟到呢個蛇年叫太歲暗合。暗合就更加暗啦，就最多如果睇男女關係咧，最多有暗戀對象能夠成事機會又唔係話好大㗎。咁但係如果拍開拖咧，大家感情暗中就唔錯嘅，所以感情方面屬於比較穩定，屬於中游嘅生肖。咁計運氣嚟講，亦都係中游嘅生肖。咁今年咧就唔會夠2023年。桃花年2024年太歲相合年咁好，咁今年就太歲爻合就再降一級啦，所以屬鼠嘅平平穩穩，冇乜大嘅突破。咁當然啦，冇突破都要睇翻你係春夏秋冬幾時出世㗎。咁如果你生喺呢個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始終去到呢個25、26、27大火年，都有任何機會可以放膽嘗試。咁嗰啲3月6之後8月8之前咧，呢幾年嚟講咧就宜守不宜攻，25、26、27都冇乜突破㗎。不過屬鼠今年其實唔錯，因為屬鼠有3粒比較大力嘅吉星，有玉堂龍德紫微，又有力嘅貴人星得有力貴人輔助。譬如你打工嘅，可能突然間老闆好中意睇你啦，做生人哋俾啲生意你做，所以即使你生3月6之後8月8之前運氣麻麻地，因為有貴人輔助都睇高一線。咁同埋今年咧完全冇空星又冇相沖，所以咧今年只不過冇人哋咁好啫，但冇乜特別嘢要留意，同埋冇23同24兩年咁順利啦，因為始終嗰2年人緣就好過今年㗎。
跟住到屬牛啦，屬牛今年叫太歲爻合，都係容有遠方貴人輔助。遠方貴人嘅意思，可能做生意成日去外地啊，或者香港接觸外地人嘅生意，咁都有幫助㗎。咁喺感情方面呢個就冇乜幫助。咁爻合嚟講係遠方嘅桃花，遠方桃花可能香港識外地人或者外地識一個人，但係咧因為始終都係外地，又相隔比較遠，即使俾你做到異地姻緣都啦，因為今年又唔係重桃花年，能夠維持落去機會都未必好大㗎。咁但係今年始終都係唔係相沖又唔係相刑，都係合嘅年，都係比較各樣有穩定㗎。咁但係因為今年一粒吉星都冇，咁就冇乜外來嘅助力，全部都係靠自己親力親為啦。咁凶手天哭，心情不佳易哭，有時突然間諗得一句都會喊㗎。咁仲有華蓋都係心情覺得孤獨唔開朗喎。咁華蓋就唔係話好驚嘅，華蓋就藝術之星。如果你做創作設計藝術嘅嘢咧，咁反為今年靈感係湧現嘅。如果普通人好似我冇乜藝術才華嘅人，又唔係做藝術嘅咧，又有天哭又有華蓋，又真係喊得一句啦。咁尤其是係女人，有時一時感觸都話流下眼淚㗎嘛。咁但係成日講啦，流下眼淚冇乜所謂嘅，有時感情抒發下咧，就反為平衡到你嗰個情緒㗎。咁仲有粒星叫做羊刃，羊刃有時心情唔好，容易發脾氣，所以屬牛今年屬於比較普普通通。咁一樣係啦，3月6之後8月8之前秋冬天出世嘅人，運氣又唔錯，可以進取。咁所以3月6到8月8咧就宜守不宜攻。跟住輪到屬虎嘅你咯喎，屬虎咧叫太歲相穿、太歲相害，不過有時我都唔記得嘅，就唔係話好嚴重嘅。不過反為今年太歲相刑就衰啲喎，所以你今日雙重犯太歲，又叫做太歲相刑，又叫做太歲相穿、太歲相害。咁刑係是非多，又唔能夠解決，呢個有時仲棘手過沖或者犯嘅是非多，因為犯太歲係情緒問題啊嘛，沖太歲大變化，刑咧就代表少少事搞到你全年好似又解決唔到咁樣。同埋咧今年皮膚長係特別要留意，咁尤其是1、4、7、10呢4個月都稍為留意。咁除咗太歲相刑之外咧，今年就冇乜特別啦。咁吉星咧就有福德、天德、福星。福德同福星咧貴人星得貴人輔助，雖然唔係話好有力嘅貴人星，都好過小人啦。咁天德就逢凶化吉，能夠減輕凶星嘅力。凶手捲舌，容易口對口、面對面同人嗌交。咁今年又太歲相刑，已經是非多，又有捲舌，係真係嗌交都在所難免啦。咁你就唯有喺風水搭救啦。今年嗰個西北就嗌交位擺粉紅色物件，東南就桃花位擺杯水，記住東南擺杯水。西北擺粉紅色物件，擺個旺人緣化是非角，希望就化咗呢個嗌交啦。咁天哭都係心情不佳，易哭劫煞用因朋友而破財，千祈唔好借錢擔保。所以今年最主要咧都係有時心情唔好，容易同人嗌交，俾人借錢冇得還。咁借錢嗰啲咧好老友，例如今年冇得還啦，唔老友嗰啲一味扮窮就得啦，係咪？咁運氣方面亦都係啦，8月8之後3月6之前咧就睇高一線，3月8之後。3月6之後8月8之前咧，今年打落呢幾年咧都係宜守不宜攻㗎。咁今年是非比較多啫。不過屬虎嘅你咧，去到2026就太歲相合，去到2027就桃花年，所以即使你春夏天出世都啦，26、27都會好少少的咁多啦。運氣唔好都起碼有貴人輔助啦。跟住屬兔嘅你。今年冇乜特別啦，咁都好過2024喎，因為2024你叫太歲相沖、太歲相害都稍有是非。咁今年屬兔嘅你咧，去到蛇年都叫做驛馬年，都容易周圍走啦。細嘅驛馬年唔係大沖年，屬豬就大驛馬啦。咁你屬兔都係細驛馬，驛馬嚟講都可能去旅行多啲啊，或者成日周圍走啊。喺香港都可能係成日都中意約啲朋友出街，就冇乜特別㗎。咁屬兔嘅你今年就好平穩啊，因為吉星得粒8座，表面風光地位提升，就空星就全部冇乜空星要留意，所以屬兔呢一個平字可以形容啦。咁但係都要分下運氣好同埋壞咁，亦都一樣啦。如果你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寒命人咧點樣去到2025夏天至到2028嘅秋天前呢3年嚟講咧，有新機會係放膽嘗試。如果你生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咧，咁呢幾年要守啦，最快有新嘅嘗試都係8月2028嘅秋天之後，除非你夏天出世、春天出世，而家份工打到唔係話好滿意，又好想轉、好想轉，或者壓力太大，轉一份人工冇咁高、職位冇咁高嘅咧，轉衰就可以喎。如果轉好，再進一步咧，到最後咧，好嘅機會唔係話好大㗎。跟住到屬龍啦，咁
屬龍嘅你2024係犯太歲月，感情變化、住屋變化、事業變化嘅一喜擋三災，無喜心情壞。如果結咗婚、懷孕或者有 BB 嚟到成年，當然好啦，係咪？如果因為2024犯太歲分咗手咧，又唔使灰心，因為今年嚟講你係天喜桃花年，都係重桃花嚟㗎。咁除咗紅鸞就天喜，都叫做正桃花。正桃花係容易認識、能夠發展落去嘅感情，叫做正桃花。咁同埋咧，如果你舊年結咗婚或者懷咗孕咧，嚟到今年2025年咧，感情更進一步，因為個桃花年咧都係有利男女感情㗎。咁做嘢方面咧，亦都做到交際應酬，人緣好，間接對事業有幫助。所以今年紅鸞同天喜桃花咧，兩個都係重人緣運，又係重桃花運。除咗男女之外，做嘢嚟講都係加分㗎。咁同埋屬龍嘅你今年吉星有蜜月同埋天喜，蜜月有利地位提升，天喜頭先講咧就桃花星啦。咁凶星係囚獄同埋呢個病符，囚獄係普通是非星，病符係小疾病，稍為要留意。咁但係又唔好開心得咁早喎，因為屬龍嘅你咧嚟到呢一個農曆3月前咧，就仲受呢個犯太歲影響嘅，仲有個犯太歲月就新曆嘅4月5到5月6，嗰個咧會延續到你2024犯太歲年嘅影響，所以都要有悲觀負面情緒，特別要留意，提醒自己正面少少。過到呢個5月6之後咧，就完全受呢一個桃花年影響，就各樣嘢事情都好噶啦。咁如果加埋你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咁就更加好上加好。咁2025要積極進取，追翻2024嘅年啦。咁如果生喺3月6到8月8，即使今年運氣麻麻地到咧，點都好過舊年犯太歲嘅。咁就好嘢啦，拜拜。